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快訊。首先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頻道會員已經推出咗，大家每個月做會員就可以獲得會員福利，快人一步獲得最新嘅娛樂快訊。時間真係過得好快，一代巨星張國榮哥哥離開我哋已經20多年，而今年正正就係哥哥70歲冥壽。對於一眾榮迷嚟講，今年絕對係一個非常特別嘅年份，因為大家除咗懷念哥哥，亦都希望透過一連串紀念活動，將哥哥嘅藝術精神同影響力繼續傳承落去。前經理人陳淑芬、陳太亦為此籌辦咗一系列繼續寵愛紀念活動。本來呢應該係一件令所有榮迷都非常期待嘅盛事，但係最近網絡上竟然因為一件紀念品設計掀起咗一場相當激烈嘅爭議，而事件主角就係中年好聲音3亞軍張雨晨。佢因為一張二創圖片被大量榮迷怒轟，甚至有人直接指責佢醜化哥哥、消費哥哥，完全冇分寸。而最關鍵嘅問題係點解一隻烏蠅會令咁多榮迷咁嬲？更加令人意外嘅係，面對排山倒海嘅批評，張雨晨最後公開發表千字文道歉，詳細解釋自己創作背後嘅真正意思。咁究竟呢隻烏蠅係褻瀆哥哥，定其實係一次大家第一眼誤會咗嘅另類致敬？今日娛樂快訊就同大家由頭到尾拆解成件事。首先我哋要講返事件嘅源頭。為咗迎接張國榮70歲誕辰，陳淑芬陳太宣布今年9月12號將會舉行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音樂會。而呢個音樂會之所以咁受榮迷關注，唔單止因為係哥哥70歲呢個重要年份。早前陳太接受鄭丹瑞網上節目訪問時亦透露，音樂會收益扣除開支之後，將會用嚟實現歌迷多年嚟嘅心願，包括籌建張國榮紀念館以及設立哥哥銅像。所以本身呢個活動係充滿紀念意義，但係活動相關內容入面，一款紀念品設計就成為今次風波嘅導火線。而呢款設計正正就係由張雨晨操刀，佢將哥哥1984年推出非常經典嘅 Leslie 黑膠唱片封面進行二次創作。原本封面上面係哥哥本人，但係喺張雨晨嘅版本入面，哥哥就被一隻佢自己創作嘅 IP 角色法啦啦取代。而法啦啦係咩？就係一隻烏蠅，冇錯，一隻大家平時見到可能會覺得污糟、討厭，甚至避之則吉嘅小昆蟲。問題就出現喺呢度。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大家不妨企喺榮迷角度諗一諗，張國榮喺好多歌迷心目中代表嘅係咩？係風華絕代，係瀟灑，係美麗，係藝術，更加係一個陪伴佢哋人生好多年嘅精神偶像。而家哥哥其中一張最經典嘅專輯封面，原本係哥哥本人嘅位置，突然變成一隻烏蠅，呢個視覺反差其實真係非常大，所以網絡上好快出現大量批評。有人話冇分寸到難以想像，有人覺得呢個設計根本就係醜化哥哥，亦有人表示唔希望張雨晨將自己嘅品牌放入哥哥嘅經典作品之中，覺得呢種做法會令榮迷失望。更加有人直接問，如果係愛哥哥，點解會諗到用烏蠅公仔作為對哥哥嘅致敬？呢句其實就代表咗今次爭議最大嘅核心，因為對榮迷嚟講，問題唔係一隻烏蠅咁簡單，而係點解偏偏係哥哥？點解偏偏係哥哥最經典嘅專輯？點解仲要使用原本封面嘅構圖同動作？喺粉絲眼中，呢啲元素已經唔係普通藝術符號，而係一段非常珍貴嘅集體回憶。所以第一眼見到呢幅圖產生反感，其實完全可以理解。面對越來越猛烈嘅批評，張雨晨最後冇選擇沉默，佢公開發表一篇千字文道歉，而且一開頭已經非常直接，佢向所有張國榮歌迷道歉，承認今次作品令大家受傷，覺得被冒犯，覺得唔受尊重，係自己考慮不周，表達亦唔夠完整。更加重要嘅係，佢反覆強調一點，自己從來冇半分想褻瀆、醜化或者詆毀哥哥，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張國榮嘅歌迷。而真正引起我注意嘅就係佢之後對法啦啦嘅解釋，原來呢隻烏蠅從來唔係代表哥哥，更加唔係用嚟取代哥哥，亦都唔係話哥哥等於烏蠅。法啦啦代表嘅其實係平凡嘅自己。張雨晨嘅意思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未必可以選擇自己嘅出身、原生環境，
甚至未必可以選擇自己與生俱來嘅樣貌。我哋可能唔完美，可能渺小，可能唔被人睇好，甚至可能就好似一隻不起眼嘅小飛蟲。但係我哋仍然可以選擇成長，選擇善良，選擇自由，亦可以選擇活出自己。如果從呢個角度睇，成個創作概念就完全唔同。烏蠅唔係哥哥，烏蠅係張雨晨自己，或者係我哋每一個普通人，而哥哥就係嗰一道光。而成幅畫入面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細節，就係蝴蝶。張雨晨解釋，蝴蝶先係佢對哥哥最溫柔嘅致敬。蝴蝶代表美好、光明同守護，所以佢真正想表達嘅畫面，其實係一隻渺小嘅烏蠅向住一隻美麗嘅蝴蝶，亦即係向住自己心目中嘅光。即係話我可能只係一個普通人，但因為哥哥嘅作品、哥哥嘅精神，我學識勇敢做自己。如果呢個真係佢原本嘅創作初心，咁大家再回頭睇呢張圖，可能真係會有另一種感覺。但問題係，泳迷係咪一定要接受呢個解釋？答案我認為係唔一定，因為藝術創作最有趣，亦最容易發生爭議嘅地方，就係創作者點諗同觀眾睇到嘅，可以完全係兩回事。張雨晨覺得自己係將自己放到最低，用一隻烏蠅去仰望哥哥，但部分泳迷見到嘅卻係一隻代表負面、污糟意象嘅昆蟲進入哥哥最經典嘅專輯封面。兩種理解其實都可以成立，所以有泳迷就質疑，既然你話花娜娜代表普通人，點解一定要放入哥哥專輯封面？點解要做出同一個姿勢？點解要使用咁強烈嘅視覺模仿？呢啲問題其實都非常合理，因為對泳迷嚟講，哥哥嘅經典作品唔係普通素材，佢哋有情感、有回憶，甚至有一種近乎神聖嘅象徵意義。所以今次事件其實唔係一句我冇惡意就可以完全解決。有趣嘅係，網絡上亦唔係得一面倒嘅聲音，其實都有唔少人支持張雨晨，甚至有人自稱係張國榮歌迷，認為大家可以嘗試先理解佢嘅創作。有人留言話，自己喺幅作品入面睇到嘅唔係醜化，而係一隻溫柔嘅蝴蝶。亦有人認為張雨晨嘅初心係真誠致敬，泳迷可以選擇包容。更加有人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嘅問題，如果哥哥今日仲喺度，佢會點睇？呢條問題我覺得真係值得大家思考，但同時我亦想講一句，我哋其實冇辦法代替哥哥回答，冇人可以100%肯定哥哥見到呢幅作品一定會中意，亦冇人可以肯定佢一定會嬲。所以我覺得，與其代替哥哥發言，不如回到哥哥自己一生留下來嘅藝術精神。張國榮喺藝術道路上一直都唔係一個墨守成規嘅人，無論係舞台形象、服裝、音樂、電影角色，定係佢對自我表達嘅方式，哥哥好多時都敢於挑戰當時社會嘅主流眼光。着裙、留長髮、着高踭鞋，喺當年呢啲全部都曾經引起爭議，但哥哥冇因此停止做自己。所以今次如果純粹從藝術角度睇，張雨晨用一個傳統上被認為唔討好嘅形象去代表一個唔完美嘅普通人，再用蝴蝶代表哥哥帶俾自己嘅光，其實的確有佢自己嘅創作邏輯。但係我覺得亦都要講清楚，有創作理念唔代表創作方式一定冇問題。張雨晨今次最大嘅問題可能唔係有冇愛哥哥，而係佢低估咗泳迷對呢個經典封面嘅情感。呢一點佢自己其實都已經承認，所以佢嘅道歉某程度上亦都係一次創作者需要學習嘅功課。咁講到最後，我哋娛樂快訊究竟點睇？我哋會比較偏向理解張雨晨，但理解唔代表要求泳迷一定要原諒。我哋完全明白泳迷點解會嬲，因為如果一個人真係愛哥哥，佢自然會對哥哥嘅形象特別敏感。但另一方面，如果張雨晨真係如佢所講，只係希望用一隻烏蠅代表平凡嘅自己，用蝴蝶代表哥哥帶俾自己嘅光，而唔係有意醜化哥哥，咁我覺得至少應該俾佢一次被理解嘅機會。今次事件其實最值得討論嘅唔係烏蠅究竟核唔核突，而係藝術創作嘅自由同粉絲情感嘅界線究竟應該去到邊。創作者要明白，涉及一位已經成為無數人精神寄託嘅巨星，創作就需要更加敏感。而粉絲亦可以思考，當一件作品第一眼令自己唔舒服嘅時候，除咗憤怒之外，可唔可以先了解一下創作者究竟想表達乜？
可以不認同，可以批評，甚至可以覺得呢次二創完全唔成功。但係我覺得未必需要去到互相辱罵、互相攻擊，因為今年係哥哥70歲冥壽，我哋紀念哥哥，唔只係紀念佢嘅外表、佢嘅歌聲、佢嘅電影，更加重要嘅係記住佢留低嘅藝術精神。所以張雨晨今次嘅烏蠅二創，到底係褻瀆定係一次被誤解嘅致敬？老實講，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答案。如果你係泳迷，你會接受張雨晨嘅解釋嗎？定係即使明白佢嘅原意，你仍然覺得哥哥經典專輯封面就係唔應該咁樣二創？又或者你覺得今次只係一場由視覺誤會引發嘅風波？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出你嘅睇法，但希望大家討論嘅時候都可以保留一點空間，因為有時候真正嘅致敬未必只有一種方式，而真正嘅愛亦未必需要用憤怒去證明。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下條片再見，拜拜。